今日好開心嚟睇《在世紅梅記》。如果大家想睇一個好爽嘅《在世紅梅記》咧，就要嚟睇呢一次嘅製作啦。因為睇到編劇同埋音樂領班係有用心，咁去令到個節奏咧輕快得嚟，劇情仍然都係可以伸展到嘅。就同埋睇完上半場咧，覺得呢個安排有兩個女主角咧，其實係唔同嘅演員去做咧，好似有啲得意，但係我又覺得我非常接受，因為我哋要俾多啲機會俾我哋肯努力，真係作專業發展嘅女演員。尤其是阿敏婷咧，我覺得佢今次咧完全睇到佢嘅唱功嘅進步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做得好放，反而咧係做莊豐嗰場咧，好可能都大力咗少少，但係咧就大家睇得都節奏輕快，同埋好感受到嗰個劇力嘅。咁另外上半場咧，我亦都睇到咧兩個而家都發展更加成熟嘅男演員，一位就係主角黃成斌啦，另外詹浩峰啦，咁唱做區街喺啲細位咧係有用功同埋進步。今日我特登嚟到西九呢個戲曲中心咧，係要嚟捧場，就係捧我哋一批年青嘅新秀。粵劇嘅新秀，佢哋去演出一個經典名劇《在世紅梅記》。咁呢個劇呢，其實我自己之前呢都睇過好多次，由我好細個嘅時候睇粵劇呢已經睇過。咁但係我覺得今日呢俾我一個好全新嘅感受，就係一批好年輕嘅粵劇新秀呢，佢哋能夠去演繹一個傳統嘅劇目，而係演繹得非常之好。好開心咧，見到呢個劇團咧喺過去幾年咧一路進步。咁今日嘅演出咧，有幾位新秀我都係非常之出色嘅。特別係黃成斌啦、妖魚啦、敏婷。咁呢三位可以講係主角啦。佢哋能夠將一個4個小時嘅長劇，能夠非常完美咁去演繹，無論係唱同埋做咧，都係能夠滿足到觀眾嘅要求嘅。咁對比以前我睇過好多個大老倌咧，一啲都唔遜色。所以我係覺得往後嘅日子咧，我係好有期待，即係呢幾位新嘅粵劇新秀咧，能夠再踏台板，再演出一啲更精彩嘅劇目。咁喺呢度咧，再一次恭喜所有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因為今日嘅演出咧係非常之精彩嘅。除咗演出好之外咧，服裝啦、舞台嘅佈景啦、音響啦、舞台嘅燈光啦，以至到我哋嘅樂隊咧都係相當唔錯嘅，係做得相當好嘅。喺呢度再一次祝賀。我非常之高興咧，今日咧可以欣賞到一個好出色嘅粵劇製作。咁就《在世紅梅記》咧，其實係一個經典項目嚟嘅。要做得好、做得出色咧，一定要台前幕後嘅人咧係齊心協力。咁今日見到咧，就年輕嘅演員喺年老嘅演員、資深演員帶動之下咧，係做咗非常出色嘅演出，同埋咧個團隊嘅製作方面咧，亦都互相好配合，音樂亦都好好。咁就我覺得呢個演出咧非常之成功。睇到嗰個演員方面咧係非常之認真嘅，咁我諗佢事前花咗好多功夫咧，同音樂嘅配合，變咗咧演出嚟講咧係令到觀眾咧可以咧係踏入戲裏邊，感受到戲中人物嗰個角色同埋情感。咁出色嘅粵劇製作咧，如果再演出嘅話咧，我一定會推薦俾特別係年青嘅一輩咧係入場嘅觀看嘅。